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台湾60个岁以上失智的人口有30个万人，这时代失智需要照顾的需求会愈来愈多。来看伊甸基金会有提供日照中心的服务和老大人照顾的服务，希望会当减轻照顾者压力，嘛互时代较袂感觉孤单。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我会希望我的家人不要放弃我。影片当中讲甲要哭的是伊甸基金会的公益大使苗可丽。苗可丽讲，伊家己厝内有失智的爸爸爱照顾，所以伊上会当体会照顾者的辛苦和艰苦。伊分享家己照顾爸爸的过程，一开始两个人拢有情绪无欢喜，到后壁会当互相体谅、理解和陪伴。一开始我会感觉我要去甲纠正，唔是安尼啦，遐无啦。哦，你会甲伊伫遐咧拉扯，迄个过程伊也生气，因为伊感觉讲你无理解我，伊会生气。啊，你感觉伊讲袂顺声，你嘛生气。结果两个拢伫遐哦，真正是足忝的。其实甲失智的人斗阵，你唔是咧无闲讲去纠正伊，啥物是正确的，你只要陪伊坐咧遐。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目前台湾60个岁以上失智人口大约35万人。伊甸基金会表示，因当年服务3万外个有长照需求的家庭，发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拢无快乐。老大人会使性地有认知障碍，感觉孤单；也若照顾者24点钟照顾，也感觉愈来愈忝头。所以基金会有提供日间的照顾服务，互时代参加活动嘛有伴，嘛会当减轻照顾者的压力。所以很多长辈其实很难感受到说他在家里面的那种孤独感。我只能这么讲，站在伊甸基金会的立场，我们期待大家，又是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，真的要关心我们的长辈。基金会表示，透过调查也发现讲，因为有日时的照顾中心，照顾者2个月后压力指数降低60%，时代嘛袂感觉孤单。所以呼吁社会大众发挥爱心，甲基金会斗支持，互因服务老大人的照顾会当愈做愈完善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